各位港車北上嘅車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森覺覺，歡迎大家嚟到我個頻道。今日森覺覺同大家講個嚴肅少少，但係又關乎每個人荷包同人身安全嘅話題，就係港車北上嘅汽車保險。喺講呢個話題之前，森覺覺咧要先同大家申報一件事。小弟咧之前咧就從事過汽車相關嘅保險行業，但係個經紀牌咧已經喺上年8月咧就已經到咗期，冇再做。但正正因為我而家已經不在其位，冇受到任何保險公司嘅業績壓力，亦都唔需要包裝任何產品去揾大家開單，所以今日我就可以用一個完全獨立前業內人嘅行業秘聞嘅角度，去同大家100% 拆解呢個港車北上保險背後嘅商業邏輯。好多車主以為買咗份打住等效先認旗號嘅保險，開車上去就會萬無一失。但森覺覺同大家講句大實話，你而家有份保險，隨時令你喺內地出咗事嘅時候，處於一個接近裸跑嘅狀態，甚至呢個背後其實係有一門你想象唔到嘅保費暴利生意。今日我哋就一齊去揭開呢個真相。OK， 我哋先嚟算第一筆賬。咩嘢叫做等效先認？好多人以為等效先認就係香港買10萬，內地就賠10萬，兩邊嘅保障會係一模一樣。錯啦！你買港車北上保險，最基礎、最強制性要買嘅喺內地呢，就叫做交強保。保費咧就大概1000蚊港幣左右，但係你有冇睇清楚呢個交強保嘅總賠償上限係幾多？答案係20萬人民幣。20萬人民幣喺而家內地揸車究竟係一個咩嘅概念呢？醫療費用上限得18000蚊，財產損失上限得2000蚊。師兄，而家內地周街都係比亞迪、華為甚至極氪、小米等等嘅電動車，裏面成架車都係雷達、感應器、大銀幕，隨時輕輕錫一啖，親密接觸一下，嗰個維修費都唔止2000蚊啦。如果喺高速公路上發生嚴重少少嘅意外啊，你20萬啊，根本就係杯水車薪。各位師兄，唔好以為森覺覺喺度靠客，我哋用啲官方數據去講下道理。根據大型保險公司，例如中國太平喺政策推行初期公布嘅內地大數據顯示，港車北上車輛嘅 claim 保險索償報案率其實只係大概有0.5% 左右咋。咁即係代表1000架車上去，可能只有5架車會遇到大大小小嘅碰撞殺傷。呢0.5% 殺傷率對保險公司嚟講，簡直係開口發大財，因為90%以上嘅港車上去都係安安全全、順順利利。但係萬一你真係咁不幸成為咗0.5% 嘅其中一個呢？香港保監局就特別提醒過，香港嘅三保保額係高達1億港元，牽涉喺人身傷亡。咁但係內地就算你加購咗最高嘅商業三者保，一般車主只係買200萬至300萬人民幣。試問1億對300萬，兩者嘅保障額度相差咗幾十倍。萬一喺內地高速公路發生特大嘅交通意外，導致多車連環相撞或者嚴重人命傷亡，內地嗰200萬、300萬保額一瞬間就被判官分晒啊！剩低嘅差額，隨
隨時要車主自己承擔啊！呢啲呢，就係內地保額嘅恐怖文化代溝啦。所以保險公司一定會極力推薦你加買一份叫做商業三者保，將保額加大到100萬至到300萬。咁點解深角角話呢度有保費暴利呢？我哋從大數據精算角度去睇，內地本地嘅私家車日日都喺內地揸，有機會 claim 保險嘅機率係100%，但香港嘅港車北上車主多數都係週末先出遊，一個月可能只係上得去2至3次。對於保險公司而言，你交嘅保費其實係按全年計嘅，但你真正把車暴露喺內地公路風險嘅時間，可能連內地車嘅1/10都冇啊！風險極低，但保費就照收，中間呢個巨大嘅大數據差額，就係各大保險公司呢1-2年最賺錢、含金量極高嘅無形利潤空間。呢個呢，就係在商言商嘅保費暴利。如果只係保險公司賺錢，咁都算啦，在商言商啊嘛。最怕呢，就係車主交足保費，出事嘅時候先發現兩地理賠嘅制度根本呢就好似平行時空咁。深角角呢，就喺度同大家講2個最真實車友們一定要知嘅索償內幕。第一，內地索償絕對唔可以私下解決。喺香港撞車，如果小碰小撞，大家會影張相、抄低身份證，甚至簽張和解協議，俗稱私了，返到去再報保險。但喺內地呢一套完全行唔通，因為內地嘅保險公司賠償100%係依賴交通警發出嘅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。如果出事嘅時候，你冇第一時間打122報交通警，冇保留現場或者擅自將車駛離開，內地嘅保險公司係有絕對嘅法律權利拒絕賠償，到時候你就真係要自己揞荷包啦。第二，最致命嘅盲區，車主現金墊資。喺香港撞車，保險公司之間對數或者由公證行處理，但喺內地，萬一不幸發生比較嚴重嘅交通意外，涉及到有人受傷入醫院、拖車或者去大型嘅維修廠，內地嘅機構往往要求車主要即時現金墊資，否則醫院可能唔放人，維修廠可能唔放車。到時兩地嘅保險公司因為行政程序、文件對接，甚至因為公證行嘅標準唔同，互相推卸，就好似踢人球一樣。你作為香港車主卡住喺裏邊，隨時要準備幾十萬人民幣現金去墊資，中間嘅精神折磨同埋金錢壓力啊，絕對唔係講笑噶。好啦，講咗咁多內幕，深角角唔係想嚇大家唔好港車北上自駕遊。正如我一直所講，開車出去玩最緊要係買個開心同買個生活品味。但作為一個清醒嘅玩家，深角角就建議大家幾樣嘢：一、三者險絕對不能慳。商業三者險最少要買到200萬甚至300萬，出入買個安心。二、出車前做足功課，記熟內地嘅報警電話122，明白要索償嘅流程。三、免責聲明。當然啦，今日深角角純粹係從財經同埋大數據商業角度同大家吹下水，唔構成任何具體嘅保險銷售建議。投保詳細嘅細節，
大家記得諮詢返各大嘅保險公司。每個人嘅生活算盤都唔同，睇清楚個局，精明消費，咁我哋揸車北上先至可以真正做到順風順水，出入平安。如果你覺得森覺覺今日呢番業內人嘅大實話對你有幫忙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俾你身邊揸車港車北上嘅朋友。我哋下一期森覺覺會同大家講下資產泡沫。以前一張中港、中澳兩地牌炒到過百萬，被視為中產實力嘅象徵，但隨着港車北上、澳車北上嘅大開綠燈，呢啲百萬嘅資產竟然出現歷史性嘅大暴跌，甚至連20萬都冇人要。背後究竟邊個係賺到盡，邊個係做咗最後嘅接盤俠呢？下一期兩地牌嘅崩盤內幕，森覺覺同大家拆解。